Hello，大家好啊！今集講講個天空嘅爭霸嚇。最近咧有個消息出咗咧，就係中國咧要申請咧，就係發射20萬粒嗰啲衛星上去組一個互聯網嚇，咁就叫太空嘅互聯網。因為咧星鏈咧已經係發射咗差唔多1萬粒咁嘅衛星上去啦，而家咧就差唔多佈咗局就可以俾全球服務我哋用嗰個互聯網嗰個作用啊。咁咧呢個 Starlink 咧個星鏈咧就係喺軍事上有一個非常大嘅幫助啊。因為你睇下烏克蘭嗰度咧就係個好多嗰啲地方咧，佢都可以用到互聯網去執行啲軍事任務啊。全球因為美國俾咗個星鏈佢嗰個服務俾佢啊。咁同埋呢個即係星鏈咧，對中國咧都好大嘅威脅，因為佢係離開天空就400-500公里啊，喺天空上邊，咁咧就放咗1萬粒上去。咁如果中國唔爭住發上去，第日啲位置俾佢霸佔咗啦。咁而家就係申請咗先，就去一個國際互聯網嘅衛星嘅機構咁啊，申請咗未來呢幾年會發射20萬粒個衛星上去嘅，佢組網下。咁呢個星鏈咧就係喺軍事上都幾大用途咧，就係有機會佢哋攞嚟咧就係探測中國嗰啲隱形飛機啊。咁即係 J-20抑或 J-35。因為點解咧？當嗰啲飛機經過呢個嗰個星鏈嘅互聯網發射嚟嗰啲信號佢會反射翻上去嗰個衛星度㗎。咁咧佢會令到咧有啲disturbance 或者 interference。咁因為你咁樣個飛機一飛過去，咁你咪影響咗個發射嗰啲信號啊。咁憑咗呢啲咁嘅干擾嗰個信號，佢就睇到即係一啲好獨特嘅飛機形狀，咁可以推論出係嗰種係咩隱形飛機嚇。咁所以咧就係佢中國咧要馬上咧就要做一啲應對去防止呢個優勢嚇。咁你見到伊朗咧上次話美國要打佢啦，咁同埋好大個示威喺嗰度咁咧就有一段時間咧就有啲設備咧用咗嚟去干擾咗呢個星鏈嘅服務咁令到咧就用星鏈嗰啲示威者咧睇唔到個互聯網首先講講好簡單即係話嗰個星鏈係點用咧？睇你哋睇到個圖咧，就右手邊咪有嗰啲叫做發射站咁你就將嗰啲伺服器嗰啲資料，咁咧就傳遞上去個星鏈度，咁去到每一個用戶嘅接收器喺左邊咁咧就每當即係話嗰個用戶咧想攞一啲喺某嘅網頁嗰度想攞啲資料，咁佢會發射啲信號上去衛星，衛星咧就叫呢右手邊呢邊嗰個發射站，咁抽啲資料，咁send俾翻嗰個衛星，衛星咧再傳遞翻俾個用戶，咁即係話形成咗一個互聯網嗰個通訊嘅。咁咧佢點解呢個星鏈咁犀利咧？因為佢上面有1萬粒，咁基本上佈滿全球咁佢發射落去地面咧，佢係用一啲電磁波去溝通嘅。咁咧佢就衛星同衛星之間咧，佢就用雷射嗰啲信號咧嚟通訊嘅。咁你嗰啲所以佢會可以好快去將啲信息咧傳嚟傳去，傳嚟傳去。同埋如果其中一粒衛星咧就出現咗問題咧，佢馬上咧可以調其他衛星去補翻呢個缺位
嚇，咁令到佢非常之好flexible 嚇，即係好靈活去操控啊。咁啊呢個咁嘅太空嘅設備咧，其實咧中國咧落後咗少少啦，所以而家要急住呢幾年要追翻上去啊，因為冇辦法啊，因為星鏈佢咧SpaceX 啊，佢個母公司咧就用咗啲回收火箭啊，咁佢可以一次過發上去上百幾粒咁啦上去啊，因為呢啲咁衛星好細隻就可以咁啊回收，咁佢好平，咁啊好短時間佢就發射咗上8000至1萬粒喺上面。咁咧就中國咧就而家咧就最擔心佢有咗啲咁嘅優勢啊，咁一打起仗上嚟咧就佢會發揮到呢個優勢咯嚇。咁但係咧而家現時咧中國咧都有試咗一個方法去干擾佢嘅。你睇到即係右手呢個圖咧就係話喺台灣上邊咧即係顯示係用一個無人機喺上面放，如果有一千架，其實有啲專家討論過咧，話有1000架咧就可以干擾到星鏈嘅服務噶啦。佢點去干擾佢咧？你見到嗰啲咁嘅無人機啊，可以咧就係發射一啲假嘅電磁波，咁啊俾嗰啲接收器，咁佢因為嗰啲星鏈發射嗰啲電磁波係比較弱啲嘅，如果無人機咧喺低啲嘅高度咧就發射啲干擾波咧，就好容易咧就係即係 flood 晒佢啦，即係將佢咧就係搞亂晒佢因為咧佢發射嗰啲仲好強，同埋都好多雜波咁令到咧就係完全冇晒星鏈嗰個信號啊！咁當啲冇嗰啲隱形戰機咧飛過，咁係咪都睇唔到咯個星鏈就係咁干擾咁呢個咁嘅應用咧，其實喺伊朗度咧有啲好多人都相信係俄羅斯用過呢個方法咧，係干擾咗個星鏈，所以示威嗰段時間咧喺伊朗咧好多示威者係收唔到星鏈嘅信號㗎咁同埋咧佢好大機會咧，伊朗咧亦用一啲好強嘅嗰啲電信波喺地下嗰啲發射站嗰度咧，就係發射上去天空度，咁干擾晒嗰啲衛星接收個信號喺伊朗嘅天空度，咁咧就又干擾埋地下嗰啲接收器咁用咗呢個方法咧，就係令到呢個星鏈嗰個優勢就盡量減少。咁但係呢個星鏈咧亦都好靈活㗎。咁佢不停咁呢啲即係叫做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咁亦都會令到咧星鏈咧就做一啲措施，令到咧就咁干擾減少。咁大家仲喺度鬥法緊咁即係話咪星鏈咪完全咧都俾佢干擾到服務唔到咁佢亦都有一啲手段咧嚟叫 countermeasure 係反電磁干擾。譬如星鏈佢可以用一啲加密，將個信號加密咗，咁你咪影響佢唔到咯。咁佢加密即係話佢你嗰啲干擾個信號佢就係唔理你佢只需要將嗰啲加密個信號咧就解翻碼，咁咪睇到真正嘅信號咯。咁第二樣咧就係反干擾咧，就話佢可以地面嗰啲發射站佢嗰個發射抑或接收器移動少少，咁將即係話佢可以咧就將嗰啲信號咧就係避開嗰啲干擾咁有唔同嘅方法㗎同埋佢有1萬粒喺上面咁佢可以做第三樣嘢咧，就係話佢避開唔用咯，嗰啲俾受干擾即係佢唔用，所以佢非常之靈活㗎。佢一路咧係有一啲即係保護下嗰個星鏈嘅正常運作譬如佢即
即係屬於一種咧，就係你 attack 我，即係你進攻我，我亦都可以咧就係有個 defense 個保護就係將呢個你嘅干擾咧就係減輕晒。好啦，呢集講到咁多先嚇。